感谢今仔日咱会当通过这音乐集团这先生老师同工甲咱最近参与礼拜。我本来想要问讲吼，有几个人第一摆踮咧教会参加礼拜吼，即马踮咧教时遐无要紧吼。不过咱知影过去这几个月中间，因含咱最近也为着一个服侍，迄个服侍就是为着这个小朋友囡仔就爱看戏剧，囡仔就爱看戏。你若无演戏互伊看，伊就看卡通影片。看卡通影片会变什么款？迄若毋是去看小新呐吼，就是去看啥迄落吼，咱做爸母会烦恼呢。拄仔我伫听因献诗，吟迄首的诗歌叫《成长》吼，就想要看讲迄个歌词是安怎写。我有听到一句话，毋知影有听毋对无？叫做讲我的成长毋是偶然的，我的成长不是偶然的，有这句话吗？我的什么？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吼，我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歌词伫内面有效。是的，来我拄仔无看到吼。OK， 多谢。嘿，是有影。成长的过程要安怎互这囡仔小朋友对伫即个是伊上要紧的一个信心建立的基础。互每一个小朋友知影，伊的出世吼，毋是石头剥出来。毋是迄个土仔内面走出来吼，毋是伫粪扫堆内面捡到的。咱毋通想讲这是50年前的笑话呢吼。我家己吼，踮咧辅导足侪青少年人吼，即摆20岁囡仔，有人伫怀疑伊是毋是因爸爸妈妈生的。教会囡仔哦，伊是毋是捡转来哦？即款的吼，伫一个儿童成长的过程中间。常常会受到外在因素，会受到伊家己甲父母、甲厝内人迄个互动的影响，比较来产生即款的怀疑吼，产生即款无必要的怀疑。其实这是生命功课中间真要紧的一个过程。所以今仔日咱最近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8节这个所在，嘛要甲咱讲到生命的功课。生命的功课非常的开阔，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就这段的经文来看，到底主耶稣互咱什么款的教示？讲到生命的功课，古早有一个老师叫奥古斯丁，叫奥古斯丁。这奥古斯丁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时间是什么？这是同简单的问题啊咯。我无遥控器来。这个先生可能爱把这个电话禁起来，无惊遐看袂到。这个先生伫咧1700年前真有名的一个老师，一个教父伊捌讲时间是啥？这简单啊，这时间是啥？时表摕起来看就知影嘛。即马10:50秒。若无手机啊，你若无时表啊，你手机啊起来，你嘛知影即马几点？但是这个老师伊讲来，伊讲你若阁真正甲我问讲时间是啥我就袂晓应啊。第一摆甲我问讲时间是啥，我时表摕你看，即马几点？但是你若阁甲我问讲时间是甚物，我就袂晓应啊。迄个意思是甚物？意思是讲时间毋是遐尼单纯，就迄2年安尼来定。所以咱今仔日要进入来，咱看到落去第一个功课，时间的生命的功课中间，时间甲生命到底是甚物款关系？时间甲生命是甚物款关系？来，有一寡物件永远无法度倒转来。前3句是希腊的哲学常常咧讲的，讲出去的话，写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讲出去的话收袂转来，写出去的钱就走去对方遐烧钱的钱，过来泼落去的水，你要安怎甲收转来？无法度啊！这3项在希腊的哲学中间常常咧提醒说，但是第4项拄好是咱生命过程中间咧讲，时间若过去伊嘛无可能转来，咱无可能阁倒转去2011年8月27日27。少年团体这3天去宜兰佚佗，去生活营，因这3天有真好的体会，
伊吼倒转去，永远袂当讲，哎呀，阮踮遐偌好，我时间同我毋通停吼，同我毋通叮当停喺遮，无可能。等伊转来就是已经7月28啊，困一醒7月29，过去迄3天的好时光都过去了，对无？所以足侪代志伫个时间的叮当下面，伊敢若会当留落来一个无形的记号伫你的内面。你外口看袂到啦，你就算用龙眼大倒转来看，嘛毋是完全共款。所以这是咱咧讲时啊。所以有一个老师伊就安尼讲吼，时间是生命的外在刻度，一度一度啦，1点钟1分钟。啊，生命咧是时间的内涵，时间甲生命其实有即款的关系。真正要紧的是迄个内在，咱今仔日所要学习，即个叫做生命的功课。所以保罗踮咧以弗所书第5章16、10节，伊有安尼甲咱讲着爱保守你的时间，特别是有一个中文用语讲，着爱善用每一摆的机会啦，好好啊把握每一摆的机会。迄个讲好好啊把握每一摆的机会，其实就是咧讲伫迄个机会中间，你的角色、你的参与。今仔日咱三甲坐伫即个所在做礼拜，有个人讲啊，我来听吟诗，我来听讲道，啊，我来找某咪人，啊，礼拜煞，我的代志做了，我就转去啊。安尼较无彩，你来做礼拜，稳当有你的目的，但是伫即个目的以外，保罗提醒咱好好啊把握大家三甲斗阵的机会，这就是即个所在咧讲善用每一摆的机会。上帝互咱三甲斗阵，绝对毋是干那单纯一项代志、2项代志。阮当有真丰富的恩典伫迄中间，你用咧找某咪人关心伊，可能听到什么代志为伊祈祷。你有需要，你可能咧找某一个长老来讲我有什么款的代志，请你到关心为阮祈祷，好好把握咱三甲斗阵的机会。尤其咱今仔所面对这个世代，有真侪挑战，毋是干那靠咱家己来生活。所以对安尼，咱要来看到经文，今仔日的圣经是马太福音。但是，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伫马可、路加，伊同款有记载。咱先来看，咱一般称这叫做强观福音。以前有老师牧师甲咱讲过，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圣经，你若要看同好，你甲对照来看，共同来看，因为伊安尼吼，你会当发现伊国较无同的角度。就敢若好，亲像咱今仔日咧讲看报纸，你若摕自由时报来看，啊，你嘛摕联合报小骨影一下，同一项代志，你就发现讲哦，2个人那记载差遐济吼，迄个这甲政治无关系啦吼。啊，你庆安判讲无罪代志了，这边的人就讲啊，迄恐龙法官，这边的人就讲啊，尊重司法吼。啊，即马阿扁啊，共阮判讲无罪吼，啊，这边就讲啊，恐龙法官。啊，这边就讲啊，尊重司法的公正，人的有限甲软弱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咱看圣经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你3个最近来看，马太的软弱伫路加遐甲补足，路加无够的所在，马可甲提醒。咱来看路加第9章23节，同款这个记载，路加我用哪些个写出来？路加特别加这个字啦，伊讲。日夜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另外马太是讲，若要来缀我，就爱看无家己夜伊的十字架来缀我。路加加日呢？路加伊的角色是啥物？咱会记得无？听讲伊是啥？听讲伊是医生啊。医生即款学科学的人吼，伊学医学的人，真奇怪呢。足侪人真够写册。足侪人真熬扭 violin， 足侪人真熬弹片仔咯。医生有无？你捌碰过迄款医生无？吼，我讲上帝吼，要互因人24点钟无够用安尼吼，看患者都有够无用啊！啊，佫足爱写册，啊有诶佫足爱画琴诶，吼啊足爱唱歌，伊佫有其他诶文书。伊若是一个医生，伊伫咧看代志诶眼光就会无共款。过来，伊佫是一个作家。路加福音完成的时间，吼，咱小可了解。路加福音完成的时间，比《使徒行传》也是讲比遐福音书搁较晚。
保罗写予各教会遐个批信，差不多是伫咧主后40年到60年中间完成，包括加勒泰、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但是路加福音一般咱咧看伊完成的时间已经是主后70年的代志啊，甚至搁较晚。所以也就是讲批信先出来。啊，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较后壁。咱阁知影路加捌甲保罗同工过，对无？路加捌甲保罗三甲去传道旅行，这个时间毋是短短啊1、2年、3、5年哦，至少10几年。伊毋捌看过耶稣路加，但是伊通过保罗咧见证耶稣所讲的话，伊发现对保罗的身躯顶。去体会到耶稣讲爱亚实利家来对我，是爱日的功课，毋是一摆的感动，毋是一摆的洗礼，毋是一摆的晓悟，毋是对路加来讲，伊有即款体会，伊伫倒看到伫保罗的身躯顶看到原来实利家毋是遐容易的啊，是爱日去牙，毋是今仔日牙了，倒转来囥咧厝的啊甲乖壁。我实力加压了，我就煞压一摆了，一世人都 OK 啊！哦 ，once for all， 一摆压了，规世人都毋免个压。无，路加深深体会到，原来啊，实力加功课是日，所以咱看到23节遮尔写。啊，25节咧，伊甲马太无共的所在，伊讲哦，人若要得到全世界来损害家己，有啥物利益？这是马太讲的。你若得到全世界啊，结果你丧失家己。损害家己，安尼有啥物利益？这咱拢知嘛，对无？我今仔日若是遐尼好个啊，结果我身体歹歹，我死去，我遐趁的。人讲哦，趁互囝儿孙开迄通光啦，趁的家己都无通要享受，趁互囝儿孙开迄通光。我毋是讲叫咱毋通留互囝孙吼，我意思是讲，有人安尼讲，你若家己有趁钱，你就爱知影钱的价值伫倒。3工前。有一个公司，迄叫做什么公司？电脑顶头一粒令果，互人加一喙去，吼。若听无，咱问遐咧笑的吼，讲迄啥？迄个公司，迄个执行长 CEO 叫做啥名？贾伯斯，吼，这个美国人嘛，吼，贾伯斯伊是一个执行长，执行长就是。就是规个公司伊咧换盘的啦，比董事长搁较迄落，伊若抢吼，股票马上落，伊身体若毋好，股票就落。几个月前伊破病，股票一落落去就几百亿哦，几百亿的美金啊！即摆2工前伊死掉，哇！马上就显明搁走出来，有人就讲。伊的财产差不多，伊的股票超过600亿美金，赚到全世界。但是3个比我搁较瘦，咱看到遐皮包骨，因为有 cancer， 前有破病，搁继续换公司，休困了后搁继续换公司。伊感觉放袂掉，但是你若放袂掉，赚到全世界，失落你的性命，这有啥？这马太就是安尼咧讲，但是路加无共哦，路加毋拿咧讲即个人死去，路加加一句是啥？就加一句，失去家己，甲赔上自己的生命无共款啊，对无？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个咱对贾伯斯就尊敬的哦，伊迄款的创意安尼起造一个帝国起来吼，迄实在是无简单。是敢若讲，咱若徛伫某一个角度看，一个人赚着全世界，然后你性命无去，安尼，我安尼无彩。几年前，郭台铭伊的弟弟都得癌症，伊为着要互伊的弟弟会当好，你知影伊开偌侪钱无？知影伊开偌侪钱无？伊甚至吼，佮开12亿，互一个所在，互一个病院讲吼，看恁有法度马上吼，有啥物机器，有啥物同好的药啊，互阮弟弟吼，伊摕10几亿出来，囥喺遐。台湾无法度，伊走去北京。伊讲恁有法度无？安尼吼，10几亿就现摸出来吼。伊讲听讲一个什么机器，什么安怎检查，什么正子，什么一个几亿来尔，安尼我加几落倍，看有法度无？要郭台铭的弟弟安怎？
赚着全世界，但是若丧失家己的性命，会当安怎？这是马太甲路加的看法，吼。但是不，马太甲马可的看法，但是路加加一句：失去家己，什么叫做失去家己？原底好好一个人咧车，忽然间家己的理想无去，家己的目标无去，活着为了啥毋知？出入食饱，安尼就好势。逐工就敢若咱讲哦，敢若过日子共款。所以顶解讲一句话讲哦，即个人30岁就死啊啦，阮到80岁才甲埋葬。这英语吼，一句话讲哦，迄个人30岁就已经死，但是吼，阮80岁才甲埋葬。意思是讲安怎？30岁以后吼，伊就毋知为虾米伫活，无目标、无意义，伊感觉活着无甚款价值，所以就等到有一天，即个身躯袂用的啊，倒落去啊，人甲埋葬安尼，失落家己，就是即个关系。这是路加互咱看到，所以咱来看马可咧，来看马可安怎甲咱讲，马可伊的角度甲马太甲路加有啥物无共？这就是看圣经趣味的所在。若无安尼看吼。圣经看，通一天看一章哦，看无2天就看袂落去咧。那你看马可甲马太、路加无共的所在，就是伫遮35节。原底马太、马可拢讲哦，因为既然爱救伊家己性命的，要失落性命，那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救伊。中文的圣经是讲，为了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反而要得到生命。马太、马可意思讲，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结果你去互人抬死，去互侮辱，还是安怎丧失性命？你要得到永远的性命，永远的活命，对不？这个咱了解。但是马可那加一个，为了耶稣，也是为了福音。马可那会遐尼注重福音。马可福音第1章15节，马可福音第1章15节已经讲出来，规个马可福音的基本盘。马可福音甲马太、马太、路加足无共，就是马可福音真注重上帝的福音。所以当伊出来时阵吼，伊讲上帝国君啊，恁来悔改，来信福音，上帝国的福音。这是马可一直在注重这个福音。所以咱若后摆看马可福音的时阵，爱看马可中间咧讲的福音是啥物，甲马太、路加有无共的所在。因为今仔日咱毋是看路加、看马可，所以咱互咱了解讲，原来有一个差别。所以伫即中间，无论安怎，强观福音，互咱看到就是得到性命、丧失性命，即款代志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啦。今仔日旧历当时，伫过去即个月，你感觉安怎？过去即个月，行喺路有定定看到遐昏味啊啥啊，对无？因为中原普渡才过无偌久嘛，吼！中原普渡吼，都爱摆足侪物件，对吧？咱的大个大楼，敢有即个物件？敢有摆遮？来，我们上一页先看一下哦，上一页。恁大所在有摆即款物件无？足侪家户拢会摆，毋那敢若旧历7月15，其实16、17、18、19一直拢有哦吼。我以前的义工教会吼，1992年到2005第13年，过6个月的义工教会，阮教会对面吼有一个透早6点开门，暗时11点关门的迄个店啊吼，伊拢真拍拼足认真的，安尼真有影，几十年来拢安尼开。伊若到特别中原普渡，拢在传，咱拢知影遐有一只鸡、沙鸡鸡烧酒盐吼，较抹破的吼，安尼较袂歹。过来会有鸡子，还有鱼鱼，吼，还会有孔雀饼干，还有乖乖，吼。我尾仔知影为什么爱乖乖，恁知无？恁敢知影？叫这好兄弟啊，较乖的。真正因讲的呢，摆饼袂用凊彩摆哦。孔雀饼干甲乖乖这2项是同要件，你应该摆其他，但是这2项阮大概有，若无遐好兄弟也袂乖哦。来甲你做咯，我想讲敢有即款理论哦。逐摆伊爱拜4分，因为伊有4间厝，对面即间店啊，恁后摆有机会去义工教会哦。对面迄间店啊，挖价啦是因的徛价，
兴隆路一间，新海路一间，吼，这个先生啊，伊妈妈啊，今年二个拄完休94岁，所以即马这对夫妇即马70几岁，啊，我1992年去的时阵，因50几岁，啊有3个囡仔，2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所以厝4间，伊就爱拜四土。我讲你哪会遮拜了，再搁摕去边？我袂安尼，对神明无尊敬，好兄弟仔会甲你算啥？你互人家给，搁摕来遮拜，袂通。所以阮当爱拜四土，拜四土了，第一拜，伊就走来甲我问讲，牧师，啊，这你敢会食的吼？因我知影讲有记得咯。我讲当然食，吼，迄个鸡我当然食，所以伊就一套就互我，一只鸡啊有鱼有鸡子，乖乖饼干啊，孔雀饼干啊吼。阮食2礼拜，第2年、第3年，有一届伊就甲我问牧师啊，啊你较爱食啥？你听有迄个意思无？因为迄套是到尾要互我的啊，所以就讲你较爱食啥？吼，啊就是啊你若较，比方讲除了食物件，以后你较爱食啥，我就买来摆安尼嘛吼，安尼就通好到时刷互你。我想讲，我哪好意思讲啊对无？我就开玩笑，甲伊讲，迄阵较熟啊，我开玩笑讲沙西米蛮喏吼，2点钟后变熟的吼，伊迄菜拢爱2点钟哦吼。来，咱看过落去即张，即摆中原普渡无遐尼啊无聊啊啦。即摆中原普渡有这呢，你捌看过无？这毋是电子花车哦，有社区中间吼，啊，迄个庙的中原普渡的时阵，就是跳遮尼水的舞。哦，迄无输敬拜赞美团迄款的，迄个韩国迄款安尼牙旗算，我咧看因咧跳真正无输迄款的。但是咱踮迄中间，咱看到毋是跳舞的水，咱实在是着急啊！现在心内有一块着急，特别是社区的朋友，大家斗阵遐尼熟，你看到伊咧看生命的赞助真无彩。耶稣咧讲，你为着一个生命。为了迄个看会到的，有迄个暂时的，为了迄个惊吓的性命，结果失落去迄个永远的活命，这是足无彩。所以来，咱过来看吼。所以咱进一步要来看，今仔日圣经到底咧甲咱教是甚物功课？性命的功课。今仔日咱所读马太福音16章，这个咱真熟，所以我真紧伫这个所在。第一个，互咱知影讲。马太福音16章伫这段，主要所甲学生的对话中间要提醒咱会面对最苦难。吼，耶稣会去碰到这苦难，所以才互咱知影讲，耶稣伊已经碰到这苦难。迄毋若去互侮辱，去互拍，到尾也去互定死伫十字架顶。当然，伊有讲到伊的国话这个事。伊碰到的苦难毋是安尼那尔，碰到的苦难是同千军的学生竟然无法度了解伊所讲的，甲讲哇，这代志无用个临到你。这是另外一款的艰苦，你知无？你知？今仔日若为了一个时间，我就爱落去高雄，结果阮牧师娘甲我讲啊，卖啦，你卖去。迄个艰苦，因为伊无了解，会比我去做迄项事工啊，会足辛苦啊，足无用的，更较艰苦，对吧？今仔日你的囡仔要做一项代志。40岁啊，伊要做一个有一个迷茫，有一个兴趣，伊想要投入伫迄个所在。哎哟，啊！你老爸饲伊遐大汉啊，伊家己嘛结婚啦，但是伊想要换一个跑道，想要做这啊，结果你甲念甲呢，互伊安尼足失志。迄款的艰苦，比伊真正换跑道去定心做一项事，哎，碰到足侪挑战，碰到足侪苦难，厝内人无谅解，无了解。迄款的苦难更较大，吼！迄款的苦难，耶稣所碰到苦难，毋那敢若实质有经学书、有祭司头即款的困局，毋那有这，啊，阁有学生，尤其是迄个班长，竟然讲即款话。第一个，咱看到，甲圣经甲咱讲，咱的人生中间无论伫倒位，拢会有即款的苦难。第二项，咱会看到吼，咱的四周围真侪时阵。到底是一个石盘帮咱，还是一个塔阶？中文叫做绊脚石，台语叫做塔阶。吼，我两款的来做对照吼。经文是现代中文译本，来台语讲，真侪时阵，咱得到福音吗？咱到底是成做别人的石盘，
互人背起哩，互人通过咱去明白耶稣基督，啊是咱诚做一款的读解，挡伫遐，人看到咱哦，煞无去教会。踮咧过去服侍过程中间，有一摆，踮咧受交代去一个教会做小会议长，啊我吼做牧师遐尼久啊，甲第一摆吼去看法规啊，即几年的总会当然会去看教会法规。以前吼，我踮咧义工教会13年半，从来都毋捌看法规吼，看圣经啊，踮咧教会看法规就害啊吼，要看圣经就好咧。啊，毋过有一摆，互派去另外一个教会做小会议长，发生一项代志，啊，逼甲我只好落来去看法规。啊，迄个中间就是因为有一个事，有一个兄弟去用逼甲不得了，伫圣诞节12月25礼拜日庆祝圣诞节，啊，煞甲另外一个会友献翠配安，公开哦礼拜刷就伫外口安，我足侪人拢看着，我大家毋知影啦。当然知的人哦，拢替即个同献翠配，即个感觉讲，实在是去用逼甲做迄落，啊，这故事真大吼。但是就是讲，知影有即款代志发生，啊，你这发生啊，小会都爱处理啊，因为大家拢看到啊，一个人当面献一个另外一个会友的翠配，哦，这大条啊呢！因为你若无处理这个时阵，这个动作就诚做人接近耶稣的读解咯。本来应该兄弟姊妹教会应该是人，特别是无道友。哎，讲过12月25，迄年的12月25多礼拜日，所有真侪无道友来，啊，看到动手的，动手的，是大家足尊重的一个兄弟，竟然讲另外一个献翠配。我做遐第一摆来讲，哦，原来踮咧教会啊，应该相拍哦，无人后影。圣经一直在甲咱讲，都爱尽力甲人和睦三个斗阵，对无？有人免不了免得有毋拄好得罪着你，你嘛就爱赦免伊，宽容学习。教会甚至有必要2、3个人去甲因宽免去协调，教会绝对无咧讲你应该甲献翠配吼。到底是读解还是照盘？咱看到今仔日经文，得甲咱提醒一项，这是第2项功课。来，第3项功课，咱看过来。所以主要说伫这个所在讲，若有人要跟缀我，到底你要救家己的性命，还是会去丧失性命？丧失性命是救家己的性命。伫这个所在吼，我用无共款的色，你有看到红的性命，有看到绿色的性命，有看到蓝色的性命，这甲因迄几个洞拢无关系吼。这是干那讲点遮，互咱分别的清楚。迄个红的性命。就是咧讲到我家己本身的性命，我想要互我更较健康，互我落地啊钱更较多，互我更较有把握，互我更较有自信，这是红色的所在咧讲的。啊，你想要互救家己这个性命，累积这个性命的，你颠倒会丧失绿色的性命。迄个绿色的性命，就是咧讲到上帝所要互咱永远活的性命，还是喜乐平安的性命。但是后壁这句26节咧讲的，那全世界拢互你啊，结果你煞家己的性命无去。这个蓝色的性命是前后2个拢有哦，包括看会到的性命，甲看袂到的永远活，煞拢无去。好，所以咱即摆所看到这个6个性命，其实两个，伊是咧指无共款的。主耶稣要甲咱讲的是，你若要跟缀伊要举这个十字架，你就爱甲这3个性命的斩除。拢想法清楚，啊！要靠家己想无法度，恳求圣神帮助咱，恳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当想透这是会讲甲咱提醒迄个代价。所以，搁来一项，同尾啊，72、80，其实伊是要甲咱提醒耶稣基督掌权，耶稣基督审判。这款的掌权，毋是讲伊坐伫台顶，然后一个入来分别，吼，毋是亲像。马太福音25章遐来山羊啊、绵羊啊，这款的分别，毋是这款的掌权，伊特别要甲咱提醒，迄款的审判，尤其是耶稣基督，特别要提醒是每一个人的性命，人甲耶稣三角斗阵的时阵，咱看咱是甚物款的，常常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倒转来看咱家己，吼，所以才会讲要照达人的行为，照咱家己所做，所以敢若亲像伫上帝面前翻头来看家己啊。这是上尾啊！咧提醒咱，这段圣经有一日伫上帝面前，拢要显明出来。好，那是安尼，伫
伫咱的信用会当学习什么功课？咱看过来一张哈，信用要学习的功课，第一项，咱看到彼得，看到迄段经文所咧写，主要所咧提醒，伫咱的心内有别个法则，甲我心智的法，我心智的法，就是上帝的律法。别个法则，就是心内有另外一个作祟的法。经文是中文的哈，23哦。这法则在我的身体里面作祟，作祟的作怪啦，啊，踮咧遐起来作怪。你会感觉讲咱心内有影哦，常常有一个爱你做好的，这保罗讲嘛，叫安尼去行，但是佫有另外一个甲你讲，袂要紧啦，试看卖啦，这无问题啦。这是一个咱常常去帮第一个，咱爱去学习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吼非常的实在。迄个功课会真做咱真要紧的一个挑战，因为你若是无注意吼，你就落入去迄个挑战的中间。我拄啊第一场，我本来想讲华语应该青年较侪，拄啊华语吼嘛真侪咱信用长辈吼，所以我拄啊有跟分享着迄款的法则伫咧心内的精进，咱逐个zan厝拢碰会着。我8月3礼拜前。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还无50岁，40几岁还无50岁，迄毋是阮的教会，但是是另外一个捌听过开水边所以敲电话我讲，牧师，我当找你基本上我甲开水边的听友是无咧见面吼，因为人多，所以伊讲伊阮当下来找我讲好，就走去总会事务所，摕一张发票来互我看，7月初5买发票，伫 7-11买，伊讲伊足着急，我看伊鼓励家己紧张甲。原来是伊的囝，迄落物件一大堆，要对发票啊嘛，要对8月2号要对统一发票，还是7月2号要对统一发票，所以就爱甲迄发票拢收起来，吼。迄是8月还是7月，就是2号就对啦，吼。所以就甲发票，发票伊就摕来对，其他什么39块早餐就无要紧，有49块午餐，后生那咧食这，网友我后摆较注意着，即款呢总是食落去就出去，迄较无要紧。对无？耶稣讲食落去会出去的，较袂要紧。按内面出来才烦恼，其实就是单。按内面出来，如果若毋是上帝的法则，若毋是上帝的律法哦，迄咱才烦恼。结果迄张发票是啥？伊的囡仔今年读大一啊，甲阮细汉的同年读大学1年，19岁。伊讲这是啥？这是啥？55块。伊叫做卫生套，查甫囡仔。伊即马无写保险套啦，吼。即马吼，咱若去西药房买有，莫讲西药房去7-11就有通买啊，叫做卫生套啦。当少年人咧性行为的时阵，咧伤好的时阵讲即个会当帮助恁较袂去染到病啦。你会当想象无？即个囡仔的爸爸是技师，伊的阿公是长老，已经出世了伫咧教会。妈妈看到这张发票，敢袂愤怒？毋敢甲翁讲，到时甲囡仔讲是，毋敢甲翁讲，嘛毋敢甲后生讲。摕到迄张安尼2工紧张尾才敲电话来。我当然听伊讲了，我讲好，我才找时间甲恁囡仔讲。过2工暗时9点，招因囝食饭开讲囡仔拢上晚才转来。这个囡仔嘛讲。伫我的心内，我就意爱上帝的律法，但是我的身体内面，哪会有另外一个法则，伫甲我咬，伫甲我怪，所以我的心内常常充满迄款的精神。这毋是干那保罗的经验，嘛毋是干那即个19岁大学1年的经验，这是你我咱每一个人拢有的，对不？咱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所以伫咱信用的顶头，咱的生活顶头，这是咱一个最要紧的功课。常常伫迄边有大数，伫遐有大数，碰到即款的情，到底安尼，大家拢安尼啊？我问即个19岁的囡仔，伊讲同学一起去买了，你哪会当无买？对不？同行7、8个拢打波的，大家买讲已经大学啦，家己爱负责啊，干嘛呢？今仔日社会就互因即款的气氛，所以人买伊嘛缀人买，
当然后壁代志是我甲伊讲的吼，无适合伫遮讲。但是这就是伊所碰到的精神。你我咱共款有其他一款的精神的功课，这是第一项。咱伫这个所在信用的学习，到底要安怎互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原则坚定伫咱的中间？所以第二项咱看到，咱伫遮看到，要安怎来敲揣上帝的心意？以赛亚书55章第8、第9节甲咱讲，咱若要照人的心意去行哦，常常的跋倒，常常的软弱，加在上帝的心思意念较悬咱的心思意念。伊的道路较悬咱的道路，所以咱若常常来敲揣、来自行看伊的道路吼，稳当会当帮助咱，伫咱的心内的精神吼，会当帮一边。当然有人讲，迄个19岁我讲牧师，我逐工看圣经，我真正都袂去想查某囡仔吗？咱来体会一下，这20岁左右，这青少年人因诶困难吼，父母要安怎来帮助伊？伊讲牧师，敢有影？我若逐工看圣经，我就有影做会到嘛？我讲至少你爱祈祷，你爱读圣经，爱试看卖。上帝的意念较悬人的意念。通过你亲文主，有一句安尼讲吼，通过咱亲文主来亲像主，帮助咱伫咱的日常生活迄款属灵的精进会当得胜。第三项，伫即个所在生活的学习，互咱看到，咱就爱知影做文道的代价。敢若亲像我甲迄个少年人讲，这是咱做上帝囝儿的一个荣光，嘛是咱做上帝囝儿的一个代价。会记得我甲咱讲过，阮阿公叫什么名无？我的阿公叫做柯阿路，住伫新店。新店街啊人拢叫伊阿路伯啊，教会的人就叫伊阿路长老。吼，阮迄阵啊读高中读迄落的时阵，坐公路局，迄阵啊叫公路局，坐到新店车头就即摆新店捷运车站落车。即摆吼，转去就要注意哦，因为阮行新店路，阮到新店路58号，按落车的所在行到阮到走6分钟。迄个新店拢全是市啊！你即摆去共款，拢全是柑仔店卖菜的啦，卖整纸的啦，卖迄个市场啦，卖衫的啦啥，拢全是店，规条拢店。阮兜嘛开柑仔店。高中毕业，高中下课的时阵，按好出来，大家就甲大盘帽，迄阵有大盘帽，并起来。哦，我毋知恁捌拗过无吼？纸包就甲伊放到脚头母遮悬吼，甲制服，迄阵啊制服拢规定啊放在内面，就甲揪出来。酷酷的去人门市场坐车，公路局来坐了了，因为前一站是穿绿色的衫嘛，来到阮兜，所以你都要酷一点，人家才会看你。即摆公路局坐较新点，其他的同学就安尼酷酷的回家，我阿老伯阿孙，我就爱乖乖甲衫搁洗落去，甲帽啊搁变回原状。甲纸包搁甲吊转来，与腰同高。迄纸包都要到遮吼。咱若读国中第3届、第5届、第10届，遮咱拢知影。迄纸包你就到遮安排遮，乖乖啊转去安尼。为什么？因为你行迄条路吼，大家拢知影，这个是阿老伯阿孙。我有一段时间感觉讲我做阿老伯阿孙足衰，同学拢会当安尼那么酷。迄是1973年、75年的代志，40多年、40年前，人会当安尼，我拢袂当。毋过渐渐大汉，才发现讲，我对即个社区、对即条街啊，一点奉献、一点贡献都无，人哪会特别尊重你？看到你，人会甲你点头招呼安尼。我实在无熟悉遐尼侪人啊！店的什么，拢阿伯阿妈，咱都毋知。你去食一碗藕油吼，有当时讲这我请你，我讲歹势啊，因为你阿老伯阿孙买泰国鳗油，迄红豆饼吼，叫泰国鳗油迄款的，2块3粒古早对无？2块就3粒，佮加一粒互你。你讲歹势啦，这偌济，讲免，阿老伯阿孙送。你从来毋捌为着遮的人做甚物，结果人因为干那啥？因为你是阿老伯阿孙，结果，互咱体会到。做阿老伯啊，孙有代价，但是搁较有迄个荣耀。当你若肯甲迄个事业囝举起来，
我的实力价是啥？我的帽仔无用个拗嘛，无用个奇装异服嘛，这是我的实力价。啊，毋过迄个实力价代价偌大，大家拢欣赏你做阿老伯的孙，大家因为你是阿老伯的孙，对你较好。这毋是1970年代的代志。阮阿公1981安休，1981安休，过1/4世纪25年后，2005-06，我来总会事务所服务。啊，你看到我的衫，最多拢是10几年哦。啊，但是05-06毋知安怎，腰小可较暗，啊，我就摕衫要去改，啊，我带书台路一领改，改一领衫要200块，敢若后壁车甲踢开哦，讲要200块。好，啊，我逐礼拜拢爱转去新店，新店有一个60几岁的妈妈伫，改我就摕改，一领120，摕3领就差偌济啊吼。改了后3领了，伊甲我讲收300，我讲一领毋是120，用你阿老伯的孙，嗨，我讲阮阿公40几年啊呢，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我细汉的时阵，定定去恁兜记小机的壁，恁捌经验伫这哦？什么叫做记小机的壁？去柑仔店买物件，无钱，迄阵啊嘛无啥物款哦，啊伊就真正写喺壁，阮兜吼迄个壁拢有一块白黑板写袂满啊，就写喺砖仔顶头，迄壁是砖仔，所以每一块砖仔就是一个家庭的，啊直接粉笔就甲写遐，啊你即马欠18块，迄阵啊过两一斤嘛才2块安尼吼，欠18块，啊即马你后摆有钱还5块，伊就付掉变成13块。伊讲吼，我古早细汉的时阵哦。常常嘛去恁兜记小记个壁，啊意思就是，伊知影这个是阿老伯。哦，我想讲，阮阿公45年啊，佫抵毋着我。有的人是30岁死，咱50岁甲歹做；有的人是50岁死，伊会影响到30年后还佫存在，伊的性命还佫伫咧。这就是这两个性命无同的所在，吼。耶稣咧讲，咱今仔讲性命共同所以你做门徒的代价，虽然做基督徒有一寡代价爱付，但是迄个代价，互你看到，原来迄个代价是一款的荣耀，一款的喜乐，一款的平安。这款的代价你都爱知爱明白，啊，若无你会掠做你付出偌济，其实你拢无付出。上面一项伫今仔日经文甲咱讲到性命的绝对的价值。耶稣讲我来。是要享受恁活命，佫是丰丰富富的活命，互咱去经验着。尤其是伫咧彼得甲耶稣的对话中间，主耶稣所咧讲，你所失落的，甲你所要得到的，其实迄个是一个绝对的性命，是一款绝对的丰丰富富的性命。这就爱咱踮咧生活中间最近来经验。我是想要看甲遮就好。伫咧顶礼拜21暗时。高雄红山教会的牧师郝祖祥牧师二主场吼，迄二吼，郝祖祥牧师54岁安休。伫去年6月，就发现12指肠腺癌，12指肠腺，吼，12指肠腺癌啊，所以有影响到胆管。啊，佫有一个讲法是叫做腹癌，地沟的迄个沟腹癌吼，一个啊就是伫迄个所在，啊，迄款的所在无法度手术。中间高医大，迄款就无法度手术，敢若因为用化疗。按去年6月到今年8月21安休啊。但是咱若捌甲即个牧师3甲同工的，拢知影即个牧师伫54岁安休，但是伊的性命还佫伫咧，伊的影响，伊互人的笑脸，伊带出来性命影响性命。迄个真正的活命，还佫伫咧。每一个基督徒，咱所有的性命就是这款。所以咱跟咱讲，生命的功课，性命的功课，毋是我食饱哩，毋是我伫我身体趁偌济钱，还是讲我为着人做甚物款了献偌济物件，毋是。同要紧的是讲，因为咱这个性命，诚做偌济人的。石盘，互人通过咱来明白耶稣基督。哈，有一日咱无伫世间啊，迄敢若像我的阿公，到即马我阁抵毋着伊呢吼。我实在是歹势啊，所以尾啊都无啥，就歹势摕去遐改，啊无差遐尼多。
伊讲不要紧啊，看到我安那，结果还有无？还有啥？因足期待足5万会当为着阿罗伯的孙加做一寡代志。敢若亲像今仔日，真侪人、真侪牧师、真侪教会，期待为着红山教会的扩主上牧师娘甲伊的囡仔加做一寡代志共款。虽然肉体死，也顾伊的性命伫咱的中间，同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本身，你将丰丰富富的活命赏赐予我。恳求主你帮助我，互阮伫这个世间有主圣神的眼光来看到生命的功课，互阮知影所付的代价是带来阳光、平安甲喜乐。愿5万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嘛互阮四周的人，因为阮就心生意爱要来认捌主你，恳求圣神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